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大家足期待下个月新历3月初5 WBC 世界野球经典比赛伫要起鼓，嘛希望咱台湾的选手会当拍败对手，拼到上尾冠军，摕金牌，恭迎倒转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冠军的冠，读过弯冠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冠的意思就是无啊，像讲衣冠、加冠、冠冕。啊，若是拼到第一名，咱讲是冠军。古早形容冠职有一个词讲是冠带，另外古早动词会读做冠，像讲古早囡仔当大人有一项替因递帽的仪式，叫做冠礼。另外，还有一款结婚仪式，新郎递帽啊，新娘看过，叫做冠嫁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冠军，意思就是伫比赛得到第一名、头名、头坎。第二个词读做跳加冠，这是传统戏剧开场或者是新明星的时，有一个人穿红袍，头壳戴财神爷的面具，手头提祝福的字，代表祝福，希望有好彩头、好结条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庆祝这届野球比赛拼到冠军，主办单位专工邀请顶头来人西人良，佮表演跳加冠，现场气氛热烈彩彩，大家欢喜庆祝，祈求好运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冠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